最后一个第6个呢，就是圆满一切事业而赞叹啊，就是圆满一切事业而赞叹。地利聚光生度母，安利一切三正如，整举寂灭未生利，垂摩气势夜叉中啊，就是垂摩气势夜叉中。那么这个是地利这个聚光父母，我们经常就是讲的是，这个聚光度母啊，就是聚光度母的话呢，就是深色是白色的啊，就深色是白色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书上这个乌婆罗花的花蕊上面呢，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吉祥金色玉吧，就是吉祥金色玉，就是应该标志上应该是有这个，不知道看得到吧？有没有？有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深度母的话呢，就是是我们通过怎么样这个修行啊，就是修行的方式呢，这个就是这个聚光这个度母啊，就是用这个阿吽3个真如字，就是三个真如字，白色的这个是在这个图钉上，然后这个阿格尔然后红色的阿字就是后间，就是然后蓝色的这个红字呢，就是在这个心间，那么就是发出这个3种光呢，就是让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这个身语意呢，就是变成3种金刚啊，就是变成这个嗡嘛吽本性的这个3种金刚。那么安利一切三真如，安利一切三真如是，这是嗡嘛吽这个3个真如字啊，就是3个真如字。那么让很多的这个众生的话呢，真正具足这个寂灭的这种威神力。那什么寂灭的威神力呢？平时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呢，就是并没有就是这个智慧啊、慈悲啊，还有这个信心啊等等，就是这些让你让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所有的就是这些烦恼的这个熄灭，让实现呢，就是真正的他的这个善的这个为德力和功德力。那么这样的时候呢，能这个摧毁啊，就是能这个摧毁呢，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邪魔歪道啊，还有呢就是欺世这个恶事就欺世啊、夜叉就是罗刹等等，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非人就是恶神啊，就是邪神等等，就是这些都可以这个摧毁的。也就是说呢，通过这个聚光伏魔的这个修行啊，然后他的这个身口意呢，就是发出这个光，让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些众生呢，就是身口意得以这个清净。包括这种光呢，就是便于就是整个非人啊，就是整个一些魔种啊，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不利于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些众生的话呢，让他们的相续当中的恶念呢，就是得以这个牵制，并且呢，就是让他们也获得了这个安乐，而且呢，他们就是经常就是危害的这些众生呢，更要就是获得这个快乐。所以我们修毒魔法呢，其实也并不是就是像那个其他的有些国家就是利用一些黑武器来，就是然后一刹那间当中就是把对方摧毁无余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应该是这是一种特别就是有利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吧，就是有利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。那么对方呢，就是也离开了这种痛苦。以前那个我不知道讲过没有，就是好像前一段时间可能稍微提过吧。吉田菩萨的一个弟子呢，就是叫做是织田菩萨啊，就是织田论师。那么织田论师呢，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弘扬很长时间的这个佛法。后来呢，就是他到这个雪山去这个修行，然后呢，就是后来受到就是别的地方的一些邀请，就是又到了另外一个村落。结果到另外那个村落的时候呢，我们以前也通过历史也可以知道，就是当时这个印度那边的话呢，就是夜叉和这个罗刹的这种危害就是非常非常大的。然后呢，好多的这个农村呢，就是全部都是被这个受到一些非人的这个危害，就是全部都是尸体连片，就全部都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，其中呢，就是他看见就是有一具尸体呢，就是站起来了，然后呢，就开始追他，就是追这个，所以一般这个以前藏地也有很多故事，好像汉地也有，就是以前是有气势的，但现在好像真正的这个气势的是没有的。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道友，就是他在
还没有这个睡觉的时候呢，就是路过这个，就是让看见一个尸体，他晚上都是害怕，就是那个尸体就站起来了，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说的，所以但一般来讲呢，就是可能现在都是没有这个听说过，以前确实有时候是有这个起尸的这种现象啊，就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尸体呢，就是起来就是开始追这个织田伦司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织田伦司用这个金刚诀啊，就是金刚诀呢，就是通过念这个杜牧的这个心咒啊，然后呢，就开始这个放在这个尸体就是器尸上面，结果就是这个尸体呢，就是马上就是倒在地上，而且他的身世呢，就是超度到这个清净刹多。当时呢，就是通过这个杜牧的这种加持呢，就是天上降下就是甘霖，天上降下甘霖之后，原来就是这附近就是死亡的这些人呢，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复活了，就是有这样的这种非常这个稀有的这种故事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很多人这个祈祷这个杜牧啊，就是居光浮木，就是我们以前学院也是专门就是念过这个居光浮木的这个心咒啊，居光浮木的一些这个祈祷文啊，就是都念过。因此呢，在末法时代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修行呢，就是经常是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。有些人呢，认为是这个人生是很这个快乐的啊，就人生是很快乐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呢应该知道是人生就是是这个痛苦的啊，就是人生就是是这个痛苦的。所以人生是苦的话呢，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每个人呢就是应该就是明白的。如果我们懂到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原来就是没有这个勇气面对就是痛苦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是人生的这个底色是苦的话呢，我们怎么样面对？怎么样这个认识？怎么样呢？就是去转为道用这种痛苦啊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祈祷，就是杜牧啊，就可以说是从中呢，就是获得就是真实的一些这个有意义的快乐啊，就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快乐。